台中市南区甲南屯的13期中华区因为路真宽，常常拢有汽车驾驶会直接劈车，嘛捌有人放烟火引起火灾。也毋过附近的监视器无够，是真歹掠人。市政府表示讲会来检讨，嘛会来利用市地中华基金来建设。讲到台中市南区13期中华区的监视器无够，爱到的张小姐讲伊是真生气，嘛真无奈。我之前有在这边有捡到人家弃狗，可是没有监视器，所以你就找不到弃狗的人。这毋那定定有猫仔狗仔互放杀，路口嘛会当看到有人塞车皮脸，外甲涂骹拢是痕。因为这无监视器，无法度找到行为人。今年2月，阁有人伫中华区的空地仔放烟火，引起大火，加在真紧就拍花。当地居民讲，中华区较无大人，这车路宽阔，空地仔嘛较济。久长来监视器无够，可能也造成治安的问题。我是女生嘛，妇女就是会感觉上，白天比较安全一点，至少说你看到的人啊，还是跟在你后面的人。监视器多是比较好啊，至少有可以预防一些问题在吧。民众表示，虽然中华区主要车路口有开始咧装监视器，不过其他区域拢无，尤其是下过南区甲南屯的13期中华区，阁有北屯的14期。市府表示，目前已经编2期的中华基金，要来加强设置监视器。第13、14期市地重划区道路均已开放通行。本部警察局如经评估需增加录影监视设备，依规循预算程序提报。本府地政局定支持并配合办理预算筹编作业。台中市地政局表示，会清点这视野的死角，嘛含警察讨论用市地中华基金的经费来加强装监视器。安那警方表示，会加强巡逻来防止治安的事件发生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